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。国务孙中山经过11摆革命推翻完成了，伫中国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创立民国。当时公布临时约法，规定各界主权属于国民，也就是即马咱国宪法的前身。现在时刻是元月1号清晨3点钟，在报禁解除的第一天，各报社都已经完成印刷作业，把报纸一捆捆的送上卡车。1988年1月7日，报禁正式开读，台湾的媒体进入自由开放的时代。今天起，国人目睹报纸的崭新的面貌，不但价格张数完全不同，报纸内容将更具多样化、专业化和生活化，连广告编排处理都大幅度的改变。新闻自由化，因为解严加党禁的解读，报纸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开始扮演真重要的角色。